帮我也是用螺丝的，用螺旋的时间已经过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么当我们准备样了，恰恰了，看见了这对面真的人的那么大，是不是？今年这个就是17年的托卡两万斤，看到这边这让么的门徒都眼给谁外，着作关了，不计大致养了主角养点松。主大切着年木年龙来给家着住在近，马里面是东眼牛股今年就在日之南，对内大清社区打算原定绿洲改设土谷，就差就当就你现在道路面是江北养了对。我马上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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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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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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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着我是去大陆地母明白รับ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伊。罗着宝贝那瓦在土是，那今天是我们第22课，罗真你吧。他罗真你吧的，那米汤不吃了，不这些吧，是吧？那米汤不吃了，不这些吧。那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只是呼格。那针对这个呼格来讲，有的是8个里面呢，放在最后那个就是8个。我们从头开始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最后那个就是呼格，第8个就是称为呼格。那有人认为只有我们上次刚开始讲解的过程当中，只有谈到7个，没有讲8个。那最后那个呼格呢，它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第一个之别。它是属于第1格里面的，所以它放在第1格里面，看到吗？我们第1格是什么？那第1格8格里面的第1格是什么？忘记了。藏文来着，那米汤不？明给我怎么等不是吧？明给我怎么等吧？仅仅是讲解的是那个名啊。奏格是第三个嘛？那米什么切着是奏格，奏格是切着。第1格是称什么呢？主格吗？没有吗？我们以前的那个里面，明给我怎么等吧？是不是？
有没有藏文？明给我怎么动吧？没有吗？刚刚那个里面不是八格吗？一样，明我怎么动吧？屯给我怎么动吧？那没谈过。屯给我怎么动吧？就是主格吗？所以这个说第一格之别，这个呼格呢放在第一格的之别，这是它第一格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所以没有放在第八个，所以按照这样讲的话，就只有7个，没有8个。那通常是我们讲到是有从第一格到8格的时候呢，那这个呼格呢是最后一格，第8个是呼格。那呼格是最简单的，通常是在你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在仪轨里面都会有用到这些呼格的词句，有些在句子前面你要教护法的过程当中，前面就有个给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叫声嘛。那남이 당부에 치라 버터 쉐바是吧？남이 당부에 치라 버터 쉐바的了。那寄送里面，在我们那个述网论，给当盖不着的，所以给当盖不着的给当盖不着的，这是不着，是不是？有的会讲，我们在里面也有不叫嘛。因为前加字有前加字不着，呼格，反正这两个都有前加字跟没前加字呢，那是两个都看得到，两个都可以写不着不，就呼的意思，呼叫的意思不着。所以呼叫的这个词汇呢，在藏文里面。在我们的寄送里面就有显示两个，一个是给盖的加上给，第二个是盖伊对不对？就两个呼叫的声音。那现在讲话的时候的没有人这么讲嘛，比如说给盖伊这有点像中文的外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所以藏文里面的这边讲的给是比你高的人，前辈尊称的时候叫的时候中用给，那跟你平等的时候呢用盖伊在这个如果是你在写一个寄送或者在句子里面用的时候呢这两种，还有比你低的时候，比你下层就是地位比你晚辈地你比你小的，你也可以讲我以，有就这边寄送里面没有出现，但是还有一个我以，我们接下来会提到。所以这几个呼格了给当盖表达是呼格。这呼格呢，在写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撇进名给通吗？加的是在撇起민기 토마르 자라 조르 페칠 민기 토마 조르 페칠是大部分大部分是在这个句子的名在句子的头尾，通妈就是首句首在前，通妈就是在前面，九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放置嘛，你要摆放在哪里呢？就是写这个呼格的时候呢，大部分是在句子的前面，这个给也好，盖也
这两个呼格呢，大部分会出现在句子的前面，但是我会先讲完，我要问第一句的。我是要问第一句。但是一定要在前面句子的前面吗？不一定，也有在句子的中间，也有在句子的最后面，但是比较少见。这样理解吗？问题，你说？请问第一句最后一个字那个 day 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学过哦。这个代数，这个没有在格里面，这是代数助词。代数助词有几个？3个嘛，代数助词有3个。对，是不是？对，代数助词有3个里面其中一个，所以句子要接下来还没有讲完嘛。这个学过了哦，代数。这个题是什么？的什么格？属格吗？所有格，所有格，听懂？属格那然后那个然呢？这个然哪类格？哪类格？这边的哪是哪类格好，那这个计数大致上了解了吗？意思大致上。这两个技术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的地方吧？你没有那个给档盖不着的，撇起名给托马角，给档盖不着的，撇起名给托马角。好。那我们这边用句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问句的话，좋아，자외，응어den기，배워봐，세지기，자티，강인함，자외 응어den기，배워봐 세지기 자，배워봐 세지기 자티。扛一呢早就是根本颂嘛根本颂里面我点是直接，是不是在根本颂里面直接比如说设计给它就是直接表述的，比如说设计就是呼格，塞我切吧就是直接表述的那个呼格，或者设计它就是呼语嘛。表吧塞表吧就是噪声，我们就是呼格嘛了。塞我切吧，就是塞我就是很明显的、很清楚的显示的那个呼格的词呼语。这个塞我就是明显嘛。很清楚的在这个根本颂里面直接叙述的直接表述的这个很清楚的那个呼格呼语表达设计的是这个贴就是也是这个强调嘛，这他的问题表示的就是这个表达设计的表示的就是这个呼格，这边的他的问题就是你们通常会表什么其，我这边用了其嘛其后者是词后者 b， 中文里面会用到这些嘛，其 b 词这个相当于这个用的他种物体所以在技术里面用的那个呼格直接表述的呼格那个词是哪一个呢？提강인함
这个 nam 是我们是什么？问句。那它是属于哪一个？我们教过的那个哪一个助词？这个哪一个助词？哎，终结词吗？哎，啊，当然是这是疑问嘛。那疑问的话，我们教过的那个文法助词，它是属于哪一个？康安tham nam pam ma am ra lam san dam几句？几句是中文怎么说的？几句，七八的对吧？一个是分开，离合助词，这个 nam 是离合助词里面，对不对？离合助词有几个？11个嘛。康安tham nam pam ma ra lam san dam几句的，所以离合助词有11个，里面其中一个。当然这是问句嘛，他用了这个是最后用的时候呢，离合助词11个助词用在最后的时候，整个都是问句。这个离合的部分，离合助词里面忘记了啊。더 최장 최장 디 지두 지두스 다디 버저그 세지기 다디 카르레스와 我们再念一次在为我定的表把设计的大的抗议呢表把设计的大的抗议呢很好，我刚刚这边念的我用了做个在为你们没有那样，你们按照这边的属格式念上去的很不错。好，那我们回复的时候呢，连在为我定的表把设计的大的给引哦，在为我定的表把设计的大的给引哦，给所以在寄送里面呢，直接表述的那个呼吁是哪一个呢？就是给，只有这个给。所以我们这边我这才所以不把设计给这没有，不要把设计给这。不把设计给它，其实就是我们缩写的话，不这，好吗？不这，是不是？不这，把中间的全部的字省略掉了。能够非常显示、非常清楚显示的主要那个呼语，这个呼嘛，这是语，这声音嘛，对是哪一个呢？是盖亚的加动不给，所以在根本颂里面呢，只有这个看得到这个给呼格盖亚的加动不给。对国王对长辈给部就是尊称给部那既然是给是直接表述的呼格的话，那当然有直接表述，但一定会有间接的嘛。那间接的呼格有哪些呢？숙된기 뭐봐 세지기 잘라
강당 강유당修电기表炸。如果我们很简略的念的话，表巴塞奇不要就表炸。修电기表炸了。강당 강유당，所以中间这个漏掉就可以了。修电是间接嘛，对不对？修电的间接，那有哪些是间接所表述的那个呼格？那我们就回复的时候连修电기表巴塞奇给扎了，表巴塞奇给扎了，盖一趟，我以受约托，修电기表巴塞奇给扎了，盖一趟，我以受约托。哦，这个约托那个是什么？我们的文法里面语中终结词吧，终结助词。所以间接表述的呼格是哪一个呢？盖耶，还有我以这两个助词呢是间接表示的呼格。我以的时候就是比你的地位还低呢，才会讲我以啊。比方说，就国王对宰相也好，对仆人可以讲我以啊，仆人，请我以原谅，就是你听啊。讲到藏文里面的呼格里面，我以看到的时候，那就是上对下的呼格，我以。这个盖以就是平等的，跟朋友之间的盖以。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人这么，几乎很少人这么说啊。给我以盖以没有。回到古老的，回到对，回到那个古时候的那种的。见法王的时候要这样子。也不会，也见法王者也现在没人这么说给。但是经典里面都有用到啊。那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啊？而且很多仪轨里面有特别是修护法的这种仪轨里面有这个呼叫。可以啊，可以啊，盖以朱迪可以，对，可以啊，盖以朱迪，对，没错，是啊。你们中文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坏是不是？很坏，嘿。好，那我们有个问题了，前面讲到说呼格的话是用在前面嘛，大部分是用在前面，所以可不可以用在后面或是中间呢？就有个疑惑，所以就再来看一看，就说表巴塞吉给扎伊呢？表巴塞吉给扎伊呢？如果这个地方是很简单的话，表扎伊呢？
你们中间都不用讲了。不这一呢？如果是呼格的话，对不对？你们不用这边全部不用念啊。不把塞这个扎一呢？就是塞这个，我刚刚讲到是凸显出呼格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如果是这样的凸显出呼格的声音这样的一个语句的话，明给通吗？加尔贵sam，明给通吗？加尔贵sam，不把塞这个扎一呢？明给通吗？加尔贵sam。这个 sam 是什么？什么助词？离合助词吗？离合助词的这个 sam， 在最后是问句嘛，它是放在最后，所以问句那为什么这边写 sam 呢？离合助词不是有很多吗？11个前加字的后加字是 sam。所以他要写 some， 对不对？好，所以呼格的本体词一定要注意首句就句首吗？就是一定要写在句子的前面吗？白话来讲的话是，那这个需不需要？就是不一定了，是会连，比如说设计给这样呢？不要把设计给扎印呢？明给通嘛了？假如你把没头，明给通嘛了？假如你把没头，你把就是一定，没头，你把没头就是不一定但是这个地方有个眼松，这个时候听懂了吗？是眼松眼松眼马松就没有听懂那在这个地方是你把没头是你把就是一定确定你把有嘛的其他声音永远里面，你明天会来吗？不一定，你把没就是不一定，你把没你把就是确定的意思嘛。满意吧，如果是否定，这边是否定只加在前面的话，满意吧。不确定那也是后面你把没也是不确定。因为马也是否定，没也是否定，这两个我们后面的文法里面会学到这个否定的藏文里面的否定的句子。那首先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否定句，藏文的否定句是我们这里出现的是没，对不对？没，然后一个否定句是马也是否定句，所以这两个是加在句子的，大部分是如果是马的话，否定句在句子的前面，马硬马松马累是吧？马勒有马累这个人前面嘛，人前面加一个马的话，马累这是不是对不对马谢不要说，所以否定的马的话都是在动词的前面。
那如果是没的话，其实没有的意思嘛，没，那就是它也是否定，它大部分都是几乎句子的后面。刚刚讲到了，你把没。也罢。所以像这样一个句子，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也罢，也罢就是一定，就是确定了嘛，也罢，所以也罢是确定。那第二个的理解是也罢就是弄懂了，听懂了，也罢，也松，也马松没听懂，哦。这个理解吗？所以키랑기 니기 두에 키랑기 나 니기 두에 你还记得我吗？ 키랑기 나 니기 두에 你还记得我吗？啊 키랑기 你啊 키랑기 나我 나 니기 두에 你 니기 두에 还记得吗？这个时候你不是你个名多我记不起，你个名多你个都我记得，你个都记得，你也松啊。好，所以我们这里是捏巴就是捏巴面就是不确定，所以捏巴就是确定，捏巴面就不确定理解吗？所以表巴设计给加音呢，如果是这个音呢的时候，它是用的是若嘛。如果是呼格的话，但是我们这里用的呼语的本体词。如果是呼语的本体词，因为加一个呼格比较好，因为这里有音呢。若是呼语的本体词一定要止于句首。不一定，对不起，不一定要止于句首。这捏巴没嘛，我们刚刚讲的捏巴不一定嘛，不一定要写在句首。通嘛就是最前面嘛，句首好，那下面的既然是不需要在句首，它也可以。那既然不需要句首的话，那搞不好中间也可以，句尾也可以。我且呢，表着名字给parta你爽加荣且呢表着名字给parta你爽加荣且呢就是那么，对不对？表着刚刚讲到呼格，名词就是名词，名词的这是什么？属格嘛名词的 par 跟它 par 就是中间嘛，句中，它就是句尾parta 你爽你爽就是句尾后句中，你爽这边有个昂，你爽这个昂是什么？这是或吗？哪一个助词？对，江阳什么是哪这？减对，江阳说减对的，没错。减对怎么说中文？
啊？刚刚离合是几对嘛？几对是离合吗？你刚刚我们讲到是一个是几对嘛，对不对？现在这里是点对，是吗？市集，是不是市集？你们没有前面的那个，今天没带，前面都点对。市集吗？它市集里面的其中一个助词嘛，是不是？是昂，像样样昂松三个助词，对不对？样样昂这三个样昂三个助词，市集的三个助词。那为什么这里用了昂，没有用将，没有用将和没有用样呢？没有后加，也没有点，对吧？没有后加，也没有，所以用了这个昂。那这个他用的表明是什么？像早期我们在心经里面，尊者在讲解心经的时候，中文的心经里面不是说漏了这样的一个助词吗？藏文里面有降，它降就是也是这个降，那意思是为什么要漏了？那像在这边的话，对不对？它的含义是什么？这里它为什么用了一个的这个句子？意思是说，它不仅是所谓的呼格，不仅是可以写在前面，而且也可以用在句中跟句尾。所以这个这个代表是不仅是句在句中，这是句子的前面，它可以用在那个句中跟句尾。所以这个呢，他把那个市集嘛，那个集的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前面的部分，就是可以放在就是句前面，句子的前面，可以用在句前面嘛。所以它市集的是前面的部分，是它没有明显的写出，所以这个可以代表。送昂，这个，而且也可以，或者不仅，你用而且的话，就是因为有个前提嘛，它可以写在句子的前面，那而且可以用在句中跟句后。他的理由，这边为什么要写一个素昂逆爽加容？像这种的是翻译的时候，就是你看，所以翻译经典的后过程当中，这种的用法是你要理解，才会知道他所合集的是什么但一般的话题里面还好，所以可以写在句尾跟句中吗？是他的意思是这么，对不对？表证明给帕德尼算加容安，他问句嘛，他也可以在句中跟句尾也可以写吗？那就连表证明这个帕德尼算加容表证明这个帕德尼算加容表证明这个
帕达，你爽，假如我，所以这个呼格呢，可以这不仅是写在前面，也可以只写在句中跟句尾。所以这个昂呢，它不仅是可以写在前面，而且也可以写在句中跟句尾，有这个作用。这个昂，다디니 직제기 통마라 직제기 통마라 表着脚尾别句抗议nam 직제기 통마라 表着脚尾别句抗议nam 직제기 통마라 表着脚尾别句抗议nam是吧？那직제这个직제我们一般都是那个寄送，직제就是它有一定的，就是有4个句子或者5个句子或6个句子像这种的寄送这会讲직제。所以在这种寄送的前面통말前面呢表就是呼格假如那写呼格的后置是表着脚尾就是也是写用呼格的这样的一个例句是什么？只有抗议呢？这样别句抗议呢？这样的例句是什么呼格主语句首的例句为何嘛？抗议呢？对不对？为何抗议呢？是为何？就是有这样的例句是哪一个呢？那我们就看例句嘛。게마 참즈덴베 yap용순 게마 참즈덴베 yap용孙干嘛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干嘛就是呼格嘛干嘛什么有有就是有点我们比较什么时候你们对就是天哪天就是意思有点就是天嘛就是有这个有点那种就是一个激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也有表达出来的天嘛哇我们不是哇美丽的天空我们不是被有这样的一个噪声吗所以这边用了게마这个是可以一起用后者是给两个可以用给所以참지就是慈悲嘛참就是慈字就是悲所以참지点吧两把就是具有具慈悲的什么呢具慈悲的父母yap용就是父用就是母yap용这是尊称对yap용孙就是听的意思孙当就是孙就是写色女
就是一般的嘛，你们就听。那这边孙就是敬语，既然用了有用，非常一个高等的一个词句，父母也用，令尊，那这个也不用是我们父母也会尊称，也不用。那同照我们在本尊，你们有看到本尊有那个佛父佛母，也会用也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父母是比你高，要尊称，所以用了 gima。这里不会用盖伊，因为盖伊的话跟你平等啊，更不会用我也，那第二求你不得想给求得的，这个pardo，不着，假如别句抗议呢，这个pardo，不着，假如别句抗议呢。那这个这个寄送的中间句中要写的呼格的例句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一样的一个来看比较，要用你给语怎打了声，要用你给语怎打了声，要用你两位父母嘛，两位父母给就是刚刚的一个呼格啊，语怎就是暂时，语怎独怎，语怎打就是自己嘛，打了声听往说，暂时请听往说。两对父母还是父母两个人？两个父母，两位父母啊，父亲跟母亲，不是两对啊？不是两对。中文两位父母会看成两对吗？语怎修当的，曲怎修当，独怎修当。这个语怎就是暂时，或者是说时间很短暂的，就可以用语怎。语怎修当就是说，就是做一下嘛，语怎打扰，暂时打扰，语怎可以啊。暂时打扰的话，那个暂时是可以用这个语怎，一般是打扰藏文会用偷孙，
土生许就有点是不好意思。我们说拱爸马松是吧？拱爸马松，拱爸马松就是不好意思。拱爸马松，拱爸马松，拱爸马松不好意思。土生。土生是拱爸马松，是跟你打扰了，不好意思啊。拱爸马松，不好意思。拱爸马松，拱爸马松，拱爸马松就是不好意思。拱爸马松，拱爸马松。对，拱爸马松是哈。失礼的话打扰都不是打扰，失礼的话呢，做错事的话。也可以用拱爸马松啊。对，拱爸马松呢，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的时候，这个用这个拱爸马松。拱爸马松，拱爸马松了呢，就在拱爸马松，同样拱爸马松。这个拱就是心的意思啊，我们的内心拱住晚上嘛。拱住的嘞，我们这个拱住的晚上没有这个煞，就是没有这个煞就没有这个煞的话就管晚上拱。就如果是你在不要生气的时候，你是生气是心里面生气嘛，所以这个突拱这个拱是有后加之煞的时候就变成心内心啊，有煞跟没煞有区别的啊。拱住就是我们不用煞。拱住，拱木，是不是？拱住的嘞，就用这个拱。吐是心嘛。一般是吐是心，心的敬语是吐。吐孙40孙呢孙，帮我确认一下，吐孙就是菩萨孙呢孙，还是40孙呢孙？吐孙孙吐孙牛。菩萨孙呢孙吗？吐孙。有这个，有这个吗？那要孙部，看这个40就是菩萨孙呢孙部，孙部。孙部有吗？这个词，那就是用这个孙部。孙部就是打扰，那就是你要用敬语讲突孙许松，打扰了，突孙许松，打扰了，拱爸马松，不好意思，打扰了，突孙许松。你要是突孙许松说已经打扰了，但是你还没有。你要接下来要跟别人就是要做一件事后，请问呢，拱爸马松突孙许就鲁啊，突孙许就鲁，那你要用突孙许就鲁，这边这个松是已经过去式了，那你就用突孙许就鲁。这个拱爸马松，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字很好笑。以前有一个，我们都会藏人有一个歌手，就是他每年都会出一个唱片，
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他，每年他出一个唱片，就是那个 CD， 所以过年的时候都会出，大家都期待他的那个歌啊。所以我跟朋友在斯拉斯那边就是有一个他那个歌手也来了，那歌星啊，我们里面通常讲歌星，就什么藏人里面遇到他了。那他的那个唱片那个 CD 还没有出，那我那个朋友要问他，你要今年出的唱片的名字是什么？你要出你的唱片的名字就要跟他问了。专辑名是什么？那就问了啊，看你的名卡的这个是专辑名是什么？他就回复就说古妈妈送，不好意思。他的理解是说他不好意思告诉你，是不是？啊，不好意思，古妈妈送。结果他的歌的就是广播马送，那个专辑的名字就是广播马送，后来就是确实是歌那个专辑的名字就广播马送。我们他讲的时候就好像他不好意思说，是不好意思，广播马送，对。那时候有在听，有那个歌，他说我都会在这，而且是在过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特殊。OK， 我们休息一下。打一下这个广播嘛，从这个歌有。胡歌写在前句首句中，对不对？还有句尾嘛，对不对？那句尾是不着，是这个他妈的脚尾，别句抗议呢，不着是这个他妈的脚尾，别句抗议呢。那胡歌写在寄送的句尾的例句有没有？那有，哪一个呢？格丁气味，给为新意，孙堂，给格丁气味，给为新意，孙堂给。好，这胡歌是写在最后面嘛？所以。这些寄送里面看到这种的给胡歌说，那你就学到这个文法里面知道，那你就马上知道这是胡歌，没有其他的意思，叫胡歌。格丁丘就是格丁就是什么呢？就是感恩嘛，格丁感恩，格丁丘就是非常深重的，非常深重，或者是非常。慎重的啊，也可以翻成恩泽吗？恩泽，恩泽慎重的什么呢？给为心意就善知识，是吧？给谢就给为心意，就是缩写给谢，就是给为心意，善知识。孙堂就是聆听的意思，其实孙堂聆听嘛，那谛听就是这个就是给，翻成了这个给。谛听跟聆听有什么差别啊？中文聆听跟谛听有什么差别？现在都是用聆听嘛，请所以这个听是我们听善知识，还是善知识要听我们？请善知识听，就是听我说嘛。格丁结尾给新孙堂，
说请上知识听啊，我要接下来要讲几句。那好像不能用可以用这样用敬语吗？啊，我们讲的话，可以啊，可以啊。不是啊，那位孙就是不是说我讲，这位孙是听的意思，谁要听是善知识要听嘛，所以一定要用敬啊。听的人不是我，听的人是善知识，所以可以用敬语啊。嗯，也是也是一个升堂，一般我们说升堂后面加一个堂的话，就是一个命令词嘛。但是这边不能说不能给他命令善知文，那就是一个语句缺堂，对，就是可以啊，可以，请听缺堂送堂lập堂就会一个句助词，就是一个这个堂呢是通常是你敬语也不敬语都可以用，谢堂、lập堂、原堂一个请他做什么，而且可能不能用谛听，要用倾听，因为谛听是应该是我们要听长辈才可以用谛听，那长辈听晚辈不会用谛听。长辈听晚辈的就不能用谛听，是吗？如果刚才我说对上会有点不礼貌了，感觉起来对上会不礼貌。是吗？不能跟我讲说老师你请谛听我讲你要很用心听我。你可以讲说你们请谛听对下可以，是对上是不太礼貌。听上善知识的讲法，我要用谛听。善知识说我们是要谛听。要用倾听。请他们善知识倾听所以这个是长辈不太用谛听。好。因为要做听的这个动作的是善知识，对。那我们请他听的话，那个就不能用谛听。说话的人什么？不能用请善知识谛听啊。有啊，刚才不接触。就是我们请善知识，你听，这有点像是你听我说嘛，善知识请听我。好，那这笔好，谢谢那个聆听，什么谛听、倾听中文的话，倾听比较顺畅，是吧？但你比如说结堂、盖堂。我一说，就去开发学堂，不着结堂、盖堂。我一说，就去开发学堂。所以胡格有结，还有盖，以及我以这个用法上面是否有差别？这个差别其实我跟你们已经讲过，对不对？一个是长辈，一个是平等的，一个是比你晚辈的呼格，三个呼格。开发有差别嘛，对不对？差别有什么差别？月天接着你鱼头他盖你帕玛
我以你马索骄傲，就是可以说马萨说是骄傲，就是后面加一个萨的话比较顺畅。我以你马萨说是骄傲，马萨就是比你低的马萨，马说是骄傲，马萨说是骄傲，马就是下等的，是吧？接上你的给你与托上，所谓的托就是比你上等的尊称的嘛，这个词尊称。盖你帕嘛，盖用在平辈，那我也呢用在那个比你低的这样的一个用法，这三个。给他你与托汤，给他你与托汤，给着你与托汤，盖你帕嘛，我爱你马萨说是骄傲，这里加个萨，马萨说是骄傲，马萨就是比你低的嘛。则有贬低用意，不能用贬低吗？有点看不起的，对，不是地位低，不是晚辈的意思。贬低你就是你自己高，把那个是下等的，就才会用我也啊。那不能用贬低吗？则有贬低的用语。晚辈，晚辈可以用这个华语吗？对晚辈说，对晚辈说，可以，就是比你，身份比我，就是其实我是这个，我也是说你自己比较，比较怎么说，就是高等的，地位比较高一点的，才会用我也。这个有贬低的含义吗？以前那些富翁啊，对那个奴隶或者仆人就叫的时候，我也就用这个。什么解释？跟加你鱼，这个鱼要怎么？给的那鱼，这个鱼就是进啊，对进啊，对进啊，这个鱼不是故乡啊，拍鱼的鱼也是鱼嘛，它的意思鱼是对进，就是托就是上的。那我们来看一个介绍嘛。概表的直接给同盟叫啊，所以就我们前面讲的给有没有举例过，对不对？这个是所以比尊称的那个。那现在跟你平等的概，概连进三档，概连进三档罗马nam。盖连进三档罗马nam，卡赞明白，立即即送书，卡赞明白，立即即送书，卡内三讲，原来罗中的，卡内三讲，原来罗中的。나랑 창마라 체당 폭수편 나랑 창마라 체당 폭수편 那这是平等的对称呼，
所以该外对外连击三档，连击是一次，连击连音二次三次连音连松，所以连击就是一次啊。请听一次吧，听我一次。虽然这边没有用我，就是我这边翻译的时候我就加了一个我，请听我一次，请听一次，请听我一次。那句子的有句子那个才好，这里9个字来去搭配嘛，所以三堂就是听嘛，请听我一次。罗嘛就是同学们，请听我一次。罗嘛就是同学，或者学生也会讲罗嘛，那同学也会讲罗嘛。弟子也是罗嘛。一般是讲的罗嘛是弟子或者学生。这个 nam 就是多数嘛。卡赞明白，就是卡赞就是只嘴说而已嘛，那是卡赞。卡赞明就是否定嘛，不是我口头上说而已，就是不仅三言两语，不是我口中说而已嘛。卡赞明白，lập就是建议或者是教研。就是我们因为是平等的，那我们就用建议来说明嘛。lập 책송就三言两语。三言两语，책송就是三言了。那中文是比较这样翻的话比较顺畅，不仅三言两语之建议，可以这么说吗？中文有这样三言两语，我不仅仅是三言两语的建议。所以藏文里面的卡赞明白就是我不仅仅是嘴头上所说而已了，我这个建议呢，我不仅仅是嘴头上所说出来的几句，就是3句3、4句这样的一个句，我不是口中说而已，所以不仅三言两语之建议。lập就是教导也好，那这边是建议或者是教研。lập熟就是说，没有说，前面没有说啊。卡赞就是口，仅仅口嘛，那你要全部要，不是我不仅仅是口。那这样说的话，你们翻译里面就看不什么叫不仅仅，就是意思说我不仅仅是口中说而已，不是我说而已了，不是随便讲而已，就是卡赞明，就是不是卡赞明，就是不是随便说而已，这样理解就可以了。按照中文的那个字面来理解的话，那你们会理解错吗？不是仅口而已，卡赞明直接不是嘴巴而已，不是口中而已，这样理解的话，那就理解会错误。所以这个适当的翻译是什么呢？不是说而已，卡赞明谜底的卡赞明，他是口说而已嘛，卡赞明就卡赞明，他不会做的意思。他只是说而已，卡赞明，卡赞嘛，人加一个卡赞明。这边翻成建议，我们翻成建议，也可以是 lập 就是一个教导。所以有些是翻译的过程当中不能翻直接藏文里面的卡赞就是口，仅口而已。那这个中文上面是说不通嘛？那仅仅要把意义来去说明，比较容易了解嘛。
卡内上讲，卡内就是任何，上就是想，就是卡内上讲呢，那这边讲我们就翻成怎么想。我是从哪里想，到处想，再想，反正我在怎么想也，这是也，卡内上样，这个样是也的意思。怎么想也，远点落重的，学习此知识，学习就是落重，远点就是知识，那的就是此。这学习此知识，我怎么想也学习这个知识的部分了。看那上面讲大点马松，看那上面讲大点马松，就是说我怎么想也这个事情不对头。看那上面讲大点马松，ngaran changmar chedan puksu pen ngaran changmar chedan puksu pen ngaran changmar chedan puksu pen ngaran changmar 是我们嘛，我们多changmar 就是多数，changmar 就是ngaran错，是不是ngaran changmar 就是我们，对我们che 就是目前暂时che puk 就是未来或是究竟，所以利于我们目前以及未来。所以学习这件事呢是再怎么想也是这种学知识的部分呢是不仅是对我们有暂时有帮助，而且未来也有帮助。这是对自己的对平等的人讲，所以我们要学。第三句的远灯就没有翻的，对？知识翻成知识这里翻成功德的话呢，怎么想也学习此功德，会学习此功德，不是远灯不只是功德啊，远灯我们也是知识啊。没有知识的话，远灯面呢？没有学，就是没有知识的人，就是远灯没被迷。没有知识的人，远灯没被迷。所以不仅仅是功德啊。这个人没有学问，也可以当我问米德里远灯有吗嘞？这个人没有学问，米德里远灯有吗嘞？所以远灯这个是中文的用功德、知识、学问，对，那你们有没有发觉这个寄送它其实是非常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嘎卡卡我们的有个嘎嘎卡它前面都有，我们有个嘎谢，就30个寄送，用30个头上来会写这个嘎卡卡用上了吗？不只是只有七顺吗？他说七顺吗？这什么？那不叫这什么就是，这是比喻，就是我只说不，就是意思是讲的时候，我只是讲几句而已，一两句，这什么？
这样的寄送会全部和我们30个寄送30个字母全部写在前面的，这样有寄送。那就感谢。啊，对，有连汉都会写的，你们去查的话都有那个叫感谢，但是就感谢就是它是30个字母写成一个寄送的。那中文也有嘛，藏文里面的这种很会写的人，他就会横着念也是对，竖着念也是对，然后是这样念也是，也会写这种。所以这边用的是平等的。好，如果是盖比如说这个牌都叫，那我们前面是在前面，对不对？呼格是在前面，那这边的平等的这盖这个呼格呢，如果是在寄送的中间要写的话，那是怎么写？用在中间呢？여기 난게 통기 남주낭 여기 난게 통기 남주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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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출고 탑시 개배 족복가이 출고 탑시 개배 족복가이 빠제 닝도 현송 재화이 독중 남귤 대라 모사르기 독총 남귤 대라 모사르기。好，那我们讲的 yagi 就是上面的那个，我们通常 yagi 这前面的 yagi， 那它是远望天宫嘛，远望天宫yagi nanga 就是天空，是不是？yagi nanga通就是空中nanga通 nanga gi 了，在天空中那个通。namjunan 就是在远望天空中的那个飞机里面，飞机内 nam 就是飞机嘛，南就是飞机里面啊。现在我们在主要用的是那，因为呼格盖也是用在中间的部分的。출고就是机械，출고 출고 탑시케바就是善巧技师 케바 就是智者嘛，那我们这边用的是技师，专业技师，对，专业技师 탑시케바 탑시 本身是方便善巧嘛，那我们这里不去想方便善巧也是不是很适当，所以用了专业技师 탑시케바。技师之友机械专业技师之友，友是丑不嘛，朋友的友盖技师之友就用在句后面，有吗？八戒印度，八戒其实就是那个英雄八其实就是很有勇气的，就是八，有勇气的人就是八。那个这不仅有勇气，还有那个不是智慧，这边的这就是他不仅有勇气，而且他的那个技术，那个他的动作，就是比如说有武术有功夫的人，他不仅有那个勇气，而且会那个功夫，那功夫那就是这，他的就是一个技巧，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八这那个在我们会拉这嘛，拉这就是什么手艺嘛，手艺就是拉这突这
屠贼讲的是就是他会用一些咒语来去伤害他人，或者是用什么米勒日吧，就是不有很多嘛那个屠贼，他又去特地妈妈派他去学那个，所以八贼印度就是印度全部印度都是力量啊，八贼印度八我们也可以讲包就是英雄，我们照这边的翻译来，包就是英雄嘛，包印度就是勇气也可以，印度很有勇气，那这就是英雄的这种的气概吗？气概，英雄气概，竖心旁吗？气概，气概，这个概有写错了哦，不是木字旁，哦，这个是木字旁，对，不是木字旁，是竖心旁，是这个吗？是这个啊，那个盖就我那个这个盖。冲的切就是其实是无与伦比的意思啊，对不对？无与伦比，冲的切，冲就是相比嘛，显冲就是跟别人一样的意思，显冲跟别人一样，那切就是离嘛，比不上，跟别人比的话是无与没有可比的，所以就你们有无与伦比，有这个无与伦比是成语吗？啊，那这边用上了无与伦比的这个句式，那个成语。英雄的气概呢，无与伦比。什么样的气概无与伦比呢？这边有个乙属格，对不对？啊，董仲，董独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的是那个伞是独嘛，大白伞盖我们是独个的嘛，啊，独个的，那独就是伞的意思，冲就是跳。那么就是那个表情，那我们这里那么就呢，我们把它形容成什么动作啊？那种跳伞的动作，董仲那么就的那种跳伞的动作，我们就用成表情的话，那跳伞的表情就是有点那就是用动作。那个跳伞的那个动作，那么就这个动作呢，我擦给不就是令人惊叹。给就是升起的，升起什么令人惊叹？那这个句子呢？这个技术你们理解，如果什么就比较困难，这个里面的句子词汇用的比较难的话，没关系。只是主要是我是比较跟你们讲，盖这个是可以用在句后，不是句
句中已经盖表的这句中，对不起，句中。盖表的句后，那我们就看句后嘛，在句后写下一族谱陆续出入名，下一族谱陆续出入名，年龄点心口别逐住者逐住者推住给给南耶切开吧推住给给南耶切开吧推进二数年诺贴不盖贴不盖贴破盖。那这个技术呢，这是赞美，这什么呢？攻击。这个赞美攻击，在藏文里面的，如果是运用的话，这种句子是非常美，听起来是后面那个铁布所才知道是讲攻击的，前面那些都不知道是形容攻击，其实在形容攻击呢，攻击。下一族谱，下一族谱，那族谱是我们是顶记嘛？顶记，那这个顶记是什么？是肉记。鸡头上不是有一个吗？鸡冠呢，我们就形容成是的下一族谱。这个写错了吗？那个鸡呢？肉鸡不能写这个鸡吗？什么？就是在上面的，另外那个鸡，哪个鸡？有个上面一个法，下面一个吉吗？下面一个吉祥的吉，上面一个吉祥的吉嘛。对啊，因为有那个吉啊。哦。上一次我们是对啊，是3级。这个什么？对，上一次讨论过这个鸡。这个就是脊椎的脊，脊椎的脊椎的脊。不是顶山的脊也是这个脊啊。山的脊也是个脊吗？山脊是。那个山的那个尖尖那条，那个就是山脊了，那是说山的那个。山的脊那写这个也可以，因为它是。不是山另外山的那个顶，比如说山很高，然后它有两边卸下来，那个上面的那一个叫脊，那条线叫做脊。那是山的什么？就是讲脊椎的意思啦，就是山脊嘛，他刚刚讲山脊。山是比方是这样的山的话，这个吗？对，中间的肉冠，如果你要形容器上面要用肉冠。冠军的冠。如果要形容这个冠吗？我是还是这些？没有上面那一点没有点。好，那翻成肉冠比较顺畅啊，不好听吗？还是肉鳍吧。肉鳍下方呢，就是就是足部落穴，它的下方是落穴出入密，落穴
裸须就是那个下方，一般鸡下方啊鸡冠下方，鸡冠下方。眼睛啊，其实裸须其实不是啊，鸡冠下方，鸡的下面这边也是不是有一个牛不是有时候牛不是有下面脖子下面有吗？垂下来的，鸡下面也有垂下来的嘛，那个就是裸须。那个叫做什么？我只翻在下方，垂，肉髻垂什么？什么？你们想得出吗？难怪我也写下方啊，就是那个就是它叫肉，这叫念哪？藏文的裸须就指的就是那个脖子下面有垂下来的那个肉，那是裸须。这个牛也有嘛？肉染。裸须是指的。那churumic，那它的再来说明是眼睛 ，mic 是眼睛嘛，churu就是这个是珊瑚嘛，对不对？如珊瑚，眼如珊瑚，眼如珊瑚，那眼睛呢，如像珊瑚。在形容这个鸡捏人点心，捏部就是很苗条的意思，而且很人部。再讲什么呢？捏人点心骨别主句，那就是它的那个羽毛羽毛不仅是苗条粘性人羽毛呢弯垂轻柔柔软的意思嘛，对吧？轻柔捏哭就是弯哭主句贼就是主是主嘛，就是尾毛什么尾巴的那个羽毛嘛，尾羽就是那个主柱就是尾羽。那这边用了主柱做格，以尾羽就是有因为有这样的个柔软这个弯垂轻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尾巴呢，就是以这样的尾巴，就是让它能够更漂亮的意思嘛。就这就是漂亮美。粘波就是苗条也可以也说成苗的人就是长。那一个一个来讲的话，它的字比较多，所以粘就是很苗条，人就是长。点也有这个柔软的意思
那个行呢就是且，那库布就是弯，库就是这样的一个维毛，主就是维毛，主柱就是维毛。以这样的维毛是非常美的意思，就是以这样的，因为带有这样的维毛，所以就是它是看起来就是很美。这上一句的那个狭叶是什么意思？上一句这边吗？开头下叶，下一足配，下就是肉啊，这个应该是下一足配，就是肉的那个顶际嘛。应该是用的是下一足配。题库应该是我再代查一下这个句子啊，下一足配，肉锤啊，肉锤锤嘛，那就是肉锤，对，啊。中文连我们自己都不会的，中文太难了，我自己都不会。OK， 我们把那个后面的腿最给腿最给是8个时间了。那么七给吧，那么它可以，那么七就是分析嘛，就是明晰，K 吧就是善变者，鸡早期没有表，所以看鸡来去嘛，它叫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巴士是它会很分得很清楚 ，K 吧就是就是明晰善变者嘛，腿最给跟那么K 吧就是智慧的智啊，但是不能讲智者嘛，就是明心善变者嘛，明心善变者。那呢，吞金玉素，吞金就是我们耳朵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吞金，耳朵啊，藏文里面是那嘛，是不是？那哇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吞金，退就是你听然后去持嘛，我们听了就会持，就是吞金。你用这种寄诵啊，就是这种写诗歌的时候，你不要写那哇，你要写吞金，马上就会句子上比较高起了，对。退就是听嘛，那金就是持，就是吞金。对，金，所以我们耳朵会去听，然后会去持嘛，就是吞金。耳是会去持，所以耳朵名字叫吞金。吞金玉素，所以你吞金玉素就是你耳朵里面呐，耳朵中间，你耳朵里面听的时候，玉素就是其实是中间嘛。那你在耳朵里面，你就翻成耳朵里也可以。在你耳边听起来的时候，念就是好听。吞金玉素在耳边。那中文的话，耳边比较顺吧，耳边听起来的时候很好听。念哦，那这个谁？那既然是形容这么多，是什么呢？德不嘎，就是攻击啊，
啊，这个公鸡的形容。铁不盖，铁不瓦伊，铁不瓦伊可以变成同辈了嘛？是。铁不是公鸡，对，铁木是母鸡。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时间要到啊。我们这个念一次啊，下一足部老师处理密，老师处理密，年龄点是国别组织在一起呀，推荐给南米切开吧，推荐二手年老铁不盖，就是形容公鸡，12时吗？对。为什么不讲12时？80之别，它应该是就是公鸡叫的是有8个时间来敲醒人，所以就用98。那哪一个80我不是很确定。一般早期没有啊，对，大家都认为是早上的。那他早上他也应该这里的说法就是有8次，对这个。那要不他是叫3次吗？88824小时嘛，罗中这个么说是，다른 심지 탐지라 이시 노부 레라 퇴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 진바 쇼 칸도 수단 조베 체 다니 근레 면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 진바 쇼卷浪 군도 人与拉 多吉尼木吉玛塔，大仙莫如七百那，真的当年多把修。让心人别心间你，地动差不能通车，人间跌宕拆把心，你把各位真正修。大拉先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里边，全个让给两把汤。这个先人比我少，看了大概偏大白，让我去我看西去，新都没人女钱啊，新年堂把的到我少，东南外当举把一，偏的满那滚了不，买女当东眼滚，3位大了2把的少，这大滚讲去给去。东北地面马把戏，去跟舅妈的西北了，西面请我来追说。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见。